Hola，我係 Kathy。上個月我開始咗喺廣州進行1年嘅中醫實習，最近就留意到一個新嘅 trend 都幾吸引到我嘅眼球，叫做 Close Maxing。同躺平耍廢唔一樣，佢係一種帶有意識去進行嘅自我照顧，將放鬆當作為重要嘅任務。有好多人會認為每日要完成所有嘅工作責任先可以好好休息，將休息放到最後。我曾經都係咁樣諗。讀中醫之前，試過一整年嘅時間247咁樣去出現突發嘅急事要去處理，真係好攰好攰，好似連個天都唔中意我。或者就係因為有過呢啲不堪入目嘅經歷，而讀醫嘅過程令到我不斷增加同埋實踐養生嘅義理，發現正念嘅收集同埋養生有好多共通點，慢慢正念同埋養生就成為咗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嘅部分。我並唔係想將舒適感最大化，而係想將照顧身心當作為生活一個重要嘅焦點，因為只有將自己照顧好，先有能力繼續 do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the world。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同我一齊養生呢？